繼續來關心中聯油問題油的治驗的風波。在台北市是擱再公布新增加17間的下盤業者，還有17間連鎖業者是主動先落價。針對中聯油子公司供應大豆沙拉油減租本偏皮案，台北市政府今日針對台中食安處提供之第4、第5批問題油品，再新增17家北市受影響下游業者。另外，中央雖尚未提供泰山下游商家流向，但對於泰山官網公告出貨至北市之17家連鎖業者，市府也主動前往並完成稽查，全面預防性下架。另外，這台北市也擱再宣布，對9月初一開始，這學校的營養午餐無定期來抽檢，每一年上無會檢30屆。因泰山企業的董事長劉偉良是宣布大豆沙拉油是全部停賣，另外擱再捐3000萬協助提升國內食安。